读高职机械军科咧采用的教科书机械制作，去互产学界批评，讲内底有真侪错误，而且观念嘛拢对袂着时代。道立委指出，这3本教科书重大的所在都有50个，甚至佫黑白教一寡无正确知识。 民进党立委林义景、林俊宪手提的这3本教科书，机械制作是高职机械军科用的。不过专家指出，3个版本内底关系焊接技术的知识，至少有50个错误。软焊、甲硬焊以焊接、氧化温度425度做区别。不过即马大国家早就修正做450度，更加是甲干内当地博物馆看到的技术，写作是接看的技术。 我们学的东西比企业界落后了20年、30年，难怪说我们的学生到企业界，企业界又发现说，很多学生进来，我们要重新再训练，那这样子学用有落差。业界讲，教科书写样接性，结果上尾一段，搁跳去到焊接性，3项的内容都有4个错误，唔知咧写啥物，害学生无采时间咧学这的物件。假如你记住考试过了。 那其实你是错误的知识跟你一辈子。那如果你学不会，那其实你是浪费光阴在学校。这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痛心的地方。新教科书的国家教育研究院表示讲，会全面检讨，加请产业界的人才重新审查。这个绝对是全盘的细心接受，有这样的检视是好事，而且这是第一次产业界那么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执政的机会。 教科书嘛出现中国的用语，有图片是对中国的网站来，错误6、7档拢无改。立委林俊宪讲，作者出版社写唔对，审教材的国教院嘛无纠正，认为审查委员有责任，建议未来应该要建立无责任的审查委员，甲不良的出版社的淘汰机制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